當家庭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大家都會好緊張，但係因為想法同埋處事方式嘅唔同，衝突就自然有機會出現。但大家有緣成為一家人，如果能夠揾到方法互相支援，協助各成員共渡難關，相信大家都好願意。不如我哋睇下婆婆同媽媽點樣一齊共渡難關啦。阿女，你幾時得閒翻嚟食飯啊？我好耐冇見你同女婿啦。你呢排係咪好忙咧？邊個喺後邊咳啊？小明咯，佢仲未好翻啊，啲咳都唔停嘅，我費事帶佢翻嚟傳染俾你哋啊！小明啊，過嚟同婆婆打聲招呼啊 ！Hello，婆婆，我掛住你啊！哎呀，你有冇偷食薯片啊？冇啊！阿女，你咳成咁，點解你仲唔帶去睇醫生啊？學校好多人病啊，睇咗幾次醫生都未斷尾，今日連我都要請假去照顧佢啊！小明啊，你翻去做埋啲功課，跟住陣間就休息下啦。小明病咗咁耐，真係陰公咯，都係唔好再話佢哋，大家都唔想。阿女又因為咁又翻唔到工，我有冇嘢可以幫手咧？阿女，你細個咧有次又係咳唔停，後尾我去藥房，啲中醫教我用川貝、洋葱、蘋果煲水你飲，化痰止咳，甜甜地，小朋友又中意飲。洋葱殺菌啊！係咪㗎？好似冇咩印象喎，我邊識煲啫。啊，不過屋企又好似真係有蘋果喺度啊！你睇下，仲有尋晚剩翻啲洋葱添。得，不如我而家喺鏡頭前面教你煲，唔難㗎。試下都冇壞嘅，婆婆又可以放心啲。都好喎，都好喎。家庭成員之間能夠同舟共濟係家庭功能之一。好似故事裏邊嘅婆婆咁樣，遇到小朋友嘅事，難免會有啲緊張同埋情緒。可以試下紅綠燈轉危為機法啦。紅燈咧就係先停一停，冷靜下；黃燈咧就係諗下良方，思考自己而家有啲咩資源喺手；綠燈咧就係一齊行動，共同解決困難。加上可以利用一啲科技小工具，跨越一啲限制，自然就有效加強協作，各人就容易參與當中啦。